到宜兰认识了有名的天颂皮车站，我跟呱呱来到美丽宜兰，也享受历史文化的洗礼。有点 TM 的我们选了一间很棒的亲子民宿休息。美好的早晨迎接我们的是超丰盛的早餐。哦，阿姨，我们要拿早餐。好啊，那你们住几号呢9号。住9号房嘛，那这个刚好是你们早餐。哇，宝贝好丰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那边有饮料，然后你们那边都可以拿。哦，都可以哦。对，今天还要喝什么？这里的早餐好有特色呢，有充满宜兰风味的鸭肠吐司。我跟呱呱一早享受美味的早点，还有一整片绿油油的稻田美景相伴，真的好幸福。带着满满的好心情，我跟呱呱手牵手散散步，发现沿途有好多的水圳。问当地人才知道，密集的水圳系统是当地客家精神的象征。嗨，你来好。你好啊。哎，是啊，各位安定一下，我要做嘛该。谢谢。我们来干嘛？我们来玩。玩，还有拜拜嘿嘛。对。你第一要拜要点面会拜嘛个什么？知道三山国王。哦，这么厉害。跟你的33国王的历史嘛。哎，不晓得哎，不知道他的历史。呀，33国王啊，做讲当时你客家人哈。200-300年前唐山过台湾的时间呢，从广东的阿婆旗嘉士县的阿婆旗呢，带来33国王的神祇，作为金山名山的神祇呢，来做守护神啦。听完当地人的介绍，让我们更了解三山国王对客家人的重要性。我们到处走走逛逛，欣赏了好多宜兰美景，却一点都不会忝。而且今天行程还没结束，因为我们住的民宿有好多有趣的设施在等着呱呱来体验。看看呱呱开着小车到处穿梭，一下拼积木，一下玩沙，玩得超级开心。宝贝，会忝吗？我会可以喊吗？不会，爱喊爱告。好，那你就继续玩吧。妈咪，我跑得好快哦，我也会一边跑一边施工进哦。这么厉害呀！你玩这么多东西，会忝吗？我会可以喊吗？